继续来到高雄的大高顶市场，这有一间做旗袍的老店，老师傅林明飘彩虹旗袍超过1架子咯。大里壁顶的这个海报，港都小姐所穿的旗袍，都是出自伊的手艺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这边的这个传统的啦，哎呀，这束金粉红色的旗袍是师傅林明飘伊的作品。这个前面要穿的，做大家要穿的啦。慢慢啊裁剪出需要的布料，再个用熨斗熨落平。这是旧式的彩虹车，一针一线慢慢啊车过。高雄盐埕有名的旗袍老店，伫这开业60多档的师傅林明飘，伊回乡早年岁月。 要菜市啊啦，是要出来啊，要红啥无，拢嘛穿旗袍。人个上班呢有规定，都要穿旗袍，才会当上班。壁顶有海报，港都小姐所穿的旗袍拢是伊做的。一年选一届啊，哎呀，啊，若初选啊，扣40个起来好无？啊，都爱做旗袍啊。 过去的人上街拢会习惯穿旗袍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即马只剩新娘要嫁才会来定做。嘛，因为这个原因，这样手艺已经无人接啊。就阮较早呢，传来都爱学3档啦，学3档。哦，啊，这3档来哈，无啥钱呢，无人要学啊，生意唔是介好啦。是毋是会当传承落去？林师傅已经感觉无遐尔重要。80多岁年纪啊，依然是每工拢咧做旗袍，持续做伊家己真热爱的工作。